中文學術寫作第6講，中文論文引用英文資料。同學寫中文論文嘅時候，成日都會用到英文書籍、文章同埋相關嘅資料。咁問題就嚟啦，引用英文論著嘅時候，究竟要點樣寫先啱呢？我哋可以參考返周建瑜喺《石頭記的敘述層次及其功能與意義》入邊係點樣引用英文資料嘅，好值得我哋學習同埋參考。跟住落嚟，我哋就講返幾個唔同嘅例子，俾同學更清晰咁去了解返要點樣引用英文嘅論著啦。第一個例子就喺文章入邊嘅注白，作者用咗一本嘅英文書，但係唔係直接引用英文原文，而係參考咗中譯本嘅譯文。不過佢都喺注腳度列返英文版嘅頁碼，代表佢有核對返英文嘅原書，並且發現咗中譯本有問題，所以就喺引用嘅時候修改咗譯文。第二個例子係文章原文同埋注67，作者一樣用咗英文書，但係引用嘅時候就冇自己翻譯，而係直接用咗其他人翻譯好嘅中譯文，所以都要說明返。同時佢仲列出咗英文版嘅頁碼同埋中譯本嘅頁碼，方便讀者查閱。第三個例子係喺文章入邊嘅注釋，喺呢度作者就冇用到中譯本，而係用咗英文原著，引用嘅時候就係由作者自己翻譯成中文。第四個例子係喺文章入邊嘅注18，同上一個例子一樣，作者都係引用英文嘅原著並自行翻譯成中文，同時俾埋英文嘅原文，方便作者了解翻英文嘅原意。除咗引用嘅做法之外，同學喺引用英文論著嘅時候，有3個地方都要留意嘅。第一個要注意嘅就係 P 點同 PP 點係點樣用。如果你淨係引用一頁，就用 P 點，例如 P 點25，意思就係你淨係引用第25頁。如果你引用幾頁並且係連埋一齊，就要用 PP 點，例如 PP 點25至30，就係表示由第25至30頁。如果係唔連續嘅頁碼，例如第25頁同埋46頁，就寫 PP 點25:46。第二個注意位就係 ED-Doc 同埋 EDS-Doc 嘅分別。ED-Doc 係 editor，即係主編嘅縮寫，係得一個主編嘅時候用。而 EDS-Doc 就係多於一位主編嘅時候用，例如係 Marks P.J.M. and Stephen Parkins EDS-Doc The Book by Design: The Remarkable Story of the World's Greatest Inven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3， 就用咗 EDS-Doc， 代表咗呢本書有2位嘅主編。而另外一個例子 Matthews Roger ED-Doc Contemporary Canadian Artist Toronto Gale Canada 1997， 就用咗 ED-Doc， 代表咗呢本書淨係得一位嘅主編。仲有 ED-Doc 都可以代表 edition， 好似寫 Fifth ED-Doc 就係代表咗第5版嘅意思。第三個就係出版地名嘅寫法，有啲格式會要求係美國出版嘅書喺出版地後面加埋州名嘅縮寫，例如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。CA 就係代表加州，而需唔需要加州名嘅縮寫就視乎返格式嘅要求。如果格式冇要求嘅話，就可以寫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。而美國哈佛大學嘅所在地係 Cambridge， 所以就會寫成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0。至於英國出版社就淨係需要列出出版地就可以，例如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。需要注意嘅係，哈佛大學雖然係 Cambridge， 但係中譯嘅時候唔會翻譯做劍橋，而係會叫做坎布里奇，同英國嘅劍橋區分開。